讲到这风台雨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水资源来源。正在念讲，为什么一部风台呢？想袂到这风台伫要来咯，这西北太平洋顶头上近48点钟后，就会结束今年头一粒风台雨蝶，而且真有可能会影响台湾。目前这资料显示，会通过台湾的东部海面上北的几率较悬。有专家认为讲，若阵接近台湾上北了后，就会引进西南气流，南部地区到时阵落雨时间就变较长啊。不过一切也是爱这以风台敢会来做决定。大雨是来甲急搁紧，一直到后礼拜二，各地拢是照常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。菲律宾东南方海面风阵也当地发展，而且2-3天内都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机会，也可能搁发展成今年头一号风台雨蝶。拜三开始，台湾的天气都会受影响。未来系统如果有发展的话，目前沿这个太平洋高压边缘北上的机会，这个路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。下周3晚一直到下周4，台风如果是走这个台湾东半侧外海的路径北上的话，那主要影响的区域就会是以北部、东半部降雨是比较明显为主。根据欧洲气质扫达模式，各国对热带系统未来路线预测也是差真济。有预报是往南海行，也有预测显示可能挖近甚至通过台湾天顶，也有可能是沿台湾东部海面上北。目前资料显示，后2项机会较大，关键就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。目前路线变化也真大，拜4、拜5挖进台湾，是不是有西南气流爱过观察？整个结构上来说的话，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对称的一个结构，是不是会把南边的这个西南季风，或是所谓的西南气流带到台湾的附近来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它的尾巴的这个部分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。分析师提醒，若是后礼拜3了后有安排雨啊活动，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。刚好热区会对热带系统的路线行真有确定。台湾整合风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指出，比起前一天的预报，后一模式的预测拢有做修正，是向琉球群岛去的趋势。但是今年较大也是无看风台形成，气象署分析这不是罕见的状况。有记录以来，西北太平洋上万形成头一个风台记录是2016年7月初3所形成的尼伯特风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